台湾音乐馆典藏真侪音乐相关的资料，但是拢有音乐人将因的音乐作品馆出来，让台湾的音乐历史愈来愈丰富，唔那互文化会当来传承落去，也互社会大众更较了解到音乐。这个奖杯和唱片是艺人联合组管出来的文物，伊希望将典藏的音乐文物捐予台湾音乐馆。伊讲，这个物件捐出来，就是希望音乐的文化会当一代传予一代，互有兴趣的人或者是专业的人，拢会当摕去参考。对本土的音乐有兴趣，自囡仔时阵到现在，嘛是过了10年的时间。啊，当然我伫遮所做所唱，迄个传承啊。爱交代又好，所以放在咱迄个戏曲音乐馆是上适合。今年捐音乐文物的人有6位，拢总捐5000外件，包含影像、手稿和出版品等等。文化部表示，今年捐的文物真多元，会当讲是甲台湾的音乐史拢斗起来。今年我们迎来的是包括作曲家的创作，还有学者的田野，还有我们歌手的舞台。都能够同时进入一个公共典藏的一年，这不是典藏品的典藏文物的增加而已，而是能够拼出台湾音乐史中难得一次一个很完整的横切面。文化部和音乐人拢表示讲，希望透过这捐出来的物件来呈现台湾音乐的跨度，唔那敢若是典藏尔，嘛希望有机会将这个文物搁再创作演出，打造出新的生命，推动台湾文化向前行。记者陈心彤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